怎么了？冰太硬又太冷，我进不去。你进到我的身体里，我帮你。什么意思？琉璃，相信我。 累死我了！以后我就叫你琉璃姐姐好不好？好啊好啊，我的好妹妹。绣的真好，你看这蝴蝶，好像活的一样。又好了，这次呢，便宜卖给你们，5文钱。你是哪个宫里的丫头呀？竟敢偷卖宫中的物品！我没有，公公，这个是我自己绣的。还敢嘴硬，看我不长你的嘴！慢着。 这丫头是美妃娘娘专门换来做绣品的。谢谢锦绣姑姑，我把这个送给你。我们以天命名义起誓，生生世世。 都要在一起，跟我一起是灰飞烟灭，永世不得超生。我们也可以求个解恩。姐姐，这个簪子真好看，谢谢你。不要怪，谢谢你。要怪，就怪你轻贱了我的人。你杀了他，你现在就像一个魔鬼。 小丽，去哪？我猜，我要见九阿。九阿哥自从遇见你以后，
是倒了8辈子的霉。你们在一起，你只会伤害他。你走不走开？我不。走开！琉璃。这13阿哥恕罪，13阿哥，奴婢无意冒犯您，这是奴婢亲手绣的，送给您。你叫什么？琉璃，过来看看。不必了，九爷，这是我最后一次来这里。告辞。这是皇阿玛赐给额娘的遗物，我希望在大婚之日你能穿上，以备继额娘在天之灵。来，穿上试试。琉璃，你来干什么？自己出去。你为什么要嫁给老13？我嫁给的不是他，是名分，是荣华富贵。我也可以娶你啊！如今4阿哥结，结党营私，自身都难。你最好赶快给我出去。如果你再这般纠缠于我，休怪我不念过往情分。不放，这辈子都不放。对不起，我嫁给他已成定局。如果有来生，我再补偿你。不，是我的，今生来世你都只能是我的女人。对不起，我们曾经那么相爱。主子，不好了！主子，9阿哥知道皇上分你许配给13阿哥，吵着要见皇上，说你是他的女人。这些都为何物？皇上，这些都是9阿哥私下勾结党派，想要动摇皇上龙位的证据。好吧，知道了。你下去吧。皇上，难道你不要看看这些证据吗？朕心中自有定数，还用得着你来教朕吗？是。
赐酒给九阿哥。是。琉璃，辜负了九阿哥对你的一片痴情，希望来世别再纠缠他。否则，我做鬼也不会饶了你。九阿哥，九阿哥，大事不好了！皇上，他要赐你毒酒。早料到会有这一天。还有琉璃要被赐死。什么？刚才琉璃去了乾清宫，递交了您结党营私的证据。孽缘，孽缘呐！九阿哥与那姑娘，注定三世共生死，三世同孽缘。早料到四哥不会放过我，只是不想再继续这段孽缘。孽缘无法改变，除非什么？除非二人都不得转世投生。印堂宁愿如此，请大师指点。以我手中的花瓶沾取对方的一滴血，这样两个人的灵魂将永远的封印在这花瓶之中，永世不得投生。破坏了，要怪就怪你害人害己。尘归尘，土归土，该你来圣德的安。印堂之时，封印琉璃，大魂齐报。是。动！九阿哥自从遇见你以后，就倒了8辈子的霉。你们在一起，你只会伤害他。九阿哥与那姑娘，注定三世共生死，三世同孽缘。你辜负了九阿哥对你的一片痴情。我希望来世你别再纠缠他，否则我做鬼也不会饶了你。